高雄市长韩国瑜伫车地开了个咱大道做事了后，今日早起转到议会接受这个会期最后一摆总质询。到底敢要是市长这个问题，韩国瑜接受访问的时，伊无明确的回应。不过伫质询过程中啦，高雄局长这个潘兴旭和这个议员伫批评，讲伊份内代志拢无做好。韩国瑜跳出来为伊的爱将护航，认讲局处长拢做了真认真。讲过了啦，我爱你讲啦。 市长，我无叫你坐，你唔好坐啦，请你尊重啦，市长，这是爱尊重我的质询权啦。另外，议员李娇如质询高雄市长韩国瑜，两人是你来我往。你的爱与包容就不想在你的公务预算展现吗？议员，我们能做的、能编的预算，我们会编出来。嘛讲，观光局长潘兴旭无尽责任。他怎么来的？冷权，他就是弟弟的冷权啊！胡说八道！ 他就是弟弟的冷权啊！胡说八道！议员，你不能够因为你比较资深就说我胡说八道，你才胡说八道。我资深底家插得快。你很资深，但是你居然不知道这个冷权。这个会期最后一摆市政总质询，另外议员阁针对路病问题提出质疑。会有可能是韩国瑜接受媒体访问，希望议员唔通阁对市府团队抹黑。铺了133条的路，我们做得非常的认真。 所以这一点，我希望议会的议员能够看清楚。伊嘛关心所内要做些所在，发现东大门夜市啊盗火案件。这几十个摊贩一下子被火烧掉了以后，他们要怎么样谋生活？我关键是这个。伊强调讲，所内东台湾两场造势活动，拢是利用假日的时间，到底敢要时节去选总统，议员无正面的回应。